3個鐘可以做到幾多嘢？除咗睇2套電影，又或者上2堂小弟嘅 Econ 堂之外，仲可以走訪3個唔同嘅歐洲國家。我相信我哋係第一對行晒成條艱辛路線又冇鬧交嘅夫妻。今日就等我哋帶大家嚟到一個冇乜人去過嘅景點——三國大橋。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， 教咗咁多年 Econ， 我一直希望走勻全世界每一個角落，體驗當地文化，再用唔同嘅角度同大家分享更多嘅經濟知識。事不宜遲，等我帶大家一邊玩一邊學 Econ，Be a World Citizen， 即刻出發！一早搭火車由蘇黎世出發，1個零鐘左右嘅時間，我哋嚟到瑞士嘅第3大城市巴素爾。巴素爾係一個藝術文化名城，基本上每一個角落都係景點，經濟亦都好蓬勃。網球天王費達拿就係喺呢度出世㗎啦。落車肚餓添，哇！個包好似幾香喎，等我整翻個 juicy 牛肉 cheeseburger 做早餐先。食飽之後，我哋嚟到今日嘅第一站 Václav Rathaus， 即係巴素爾嘅 Town Hall。呢一棟由紅磚砌成嘅建築物已經有600幾年歷史，係巴素爾最出名嘅地標之一。再行入啲呢啲橫街小巷，全部都好有歐陸嘅色彩。而呢個城市另外一樣有趣嘅嘢就係佢哋嘅輕鐵，差唔多每一架都係唔同色嘅，我都即刻變身成為鐵膠啊！而巴素爾另外一樣出名嘅就係巴素爾協議。呢個協議同埋現代銀行系統有住好大嘅關係，遲啲再有機會拍片同大家介紹下。穿過市中心之後，我哋一直沿住萊茵河向北行。不過嗰日啱啱遇上熱浪，氣溫差唔多有成34-35度，仲要一嚿雲都冇。你睇下師母塊面幾黑，我意思係曬到好黑啫。哇！就嚟渴死咁滯啊，大佬！好在瑞士通街都係呢啲噴泉仔。無時無刻都有亞爾卑斯山礦泉水免費放題俾你飲，你睇下，師母飲完即刻開心返晒啊！行咗9個字，終於行到嚟新約翰，即係法國同埋瑞士嘅邊境，仲差幾步咋 ？Yeah，welcome to France。呢度係法國城市 Saint-Louis， 一過到嚟呢邊，文字、建築風格、語言，甚至乎貨幣都唔同晒啊！當然連物價都唔同啦，同一支 FVN 一街之隔嘅瑞士仲係賣緊3.75法郎，喺法國呢一邊呢，只係賣0.6歐，足足平咗8成幾啊！好多當地嘅瑞士人都話冇乜嘢做，就會過到嚟法國呢邊 shopping， 因為個價錢實在真係爭一大截，所以唔好以為淨係香港人先識北上啊，瑞士人都識㗎。唉，不過始終呢度都係小鎮。下晝1點幾，所有餐廳都差唔多落晒場咁滯，唯有嗱嗱聲向下一個 checkpoint 進發。嗰日實在太曬啦，我哋決定行少一陣路，有架巴士只要坐5分鐘，再行多少少時間就會去到我哋嘅目的地，唯有即刻轉 plan。我哋喺 Place Albertucci 落車，行到3個字就到㗎啦。Oh my god！ 用咗2個幾鐘時間，幾經辛苦，終於嚟到我哋嘅目的地——三國大橋。上橋之前，教下 Econ 先。經濟學裏邊有一個概念叫做 Balance of Payments， 國際收支，簡稱 BOP， 用嚟記錄一個經濟體對外流入同埋流出嘅資金。入邊有一個賬戶叫做 Current Account， 經常帳，入邊有4個細項 ：Goods 記錄咗貨物嘅出入口。Services 記錄服務嘅出入口 ，Factor Income 記錄咗海外嘅要素收入，而 Current Transfer 就記錄咗流入同埋流出嘅匯款。喺正3個國家嘅中間，去第2個國家消費當然非常之容易啦。嗱，如果一個市民去第2個國家度消費，到底喺個 BOP 嘅計算入邊係計落去 Import of Goods 定還是計落去 Import of Services 咧？呢個問題交俾大家諗下。雖然佢哋買嘅係貨物，但係答案竟然係 Import of Services。服務進口啊！旅客嘅消費由於涉及旅遊同埋零售等等嘅服務，我哋只會計算喺服務入邊，而 goods 物品只會包括貨物嘅貿易活動。例如一位香港嘅餐廳老闆喺內地訂啲預製菜返嚟香港加工，
又或者有個商家喺淘寶訂咗啲貨翻嚟香港轉售，呢啲嘅交易涉及購買物品翻嚟加工同埋轉售，咁先可以計落去物品嘅進口。至於其他關於 BOP 嘅知識，我哋留翻上堂再講。依家一齊踏上三國大橋。三國大橋位於瑞士、法國同埋德國嘅交界，地下呢條分界線就係德國同埋法國嘅邊界啦。喺橋上面，我哋可以一眼睇晒3個唔同嘅國家。大家睇下，喺我嘅右手邊就係法國，中間呢一度呢就係瑞士，而喺我哋嘅左手邊就係德國啦。可能大家有條問題想問，而師母都問過好多次，點解要揀呢個地方？我話貪心啦，可以用有限嘅旅行時間去多幾個唔同嘅國家啊嘛。其實小弟仲有一個地方好想去㗎，就係去唔同國家嘅飛地。我諗個概念都係差唔多啦。遲啲有機會去嘅話，一定會同大家再分享。行到身水身汗，個肚都就嚟餓扁啊！係時候過對面岸德國揾嘢食。歡迎嚟到德國嘅 Viola and Line， 一落橋就有個大型商場等緊我哋。德國就係咁噶啦，好地地一個商場，啲裝修都嚴肅到好似個政府總部咁。揾到餐廳啦！喂，呢間嘢唔錯喎，德國腸梗係唔會令人失望啦。師母嗌咗呢碟雞，雞肉又嫩又 juicy，gravy 又濃，而且仲可以望住條橋個靚景添。你都同意咧？最後臨走之前行下超市先。全部都係腸。哇！腸，全部都係腸。出咗商場向南行幾分鐘，我哋就嚟到瑞士同埋德國嘅邊界，亦都代表我哋正式翻到嚟巴素爾，係時候同德國講拜拜啦。行下望下食下影下相，咁就玩咗一日。旅行其中一個最好玩嘅地方就係，就算唔知道前面有啲乜，但你會接觸到一啲其他人未必接觸到嘅嘢，或者會更加有得着啦。總結，今日成個旅程行足27000幾步，真係要多謝師母冒住30幾度高溫都陪我一齊癲。睇嚟翻到去又要破費買一大堆美白俾佢日日搽先得啦。唉，今日嘅三國大橋之旅就咁過一段落。下一集我哋會去到瑞士郊區尋找一個隱世秘密美景小村莊，仲會去到一個全世界接近最細但係都接近最有錢嘅國家。中意我哋嘅影片不妨 like、comment、share。同一時間亦都可以向我哋查詢我哋嘅 DSE Econ 課程。今集嘅時間差唔多，約定你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